教嘅這個經啊，10點73，一節活嘅一個就講，一出門10項情形啲世間，人愛但是很可嘆嘅，咁咪10項有車類、水、健康、有道德、修行啊是聖聖嘅生活，有朋友多本啊是在借地位。會曉教別人出世天頂，佢出門要談這個10項情形啲世間人愛嘅，但是很可談嘅10項嘅阻礙啊、障礙啊 obstruct， 分段無骨力做嘅阻礙談這類，無精無情緒嘅阻礙看到水，無運動啲適合嘅點聲。會阻礙談健康嘅身軀，參加無好啊是惡嘅朋友，會阻礙有道德，無個立見會阻礙修行啊是聖聖嘅生活，小車會阻礙有朋友，無背蝦米聽到嘅會阻礙多聞，無注意聽好好，甲無問問題會阻礙談智慧。學無教甲無查好好來，會阻礙會曉教別人，修無著會道，會阻礙出世天頂，這裡是一個10嘅阻礙。出門要談這個10項情形啲世間人愛嘅，但是很可談嘅10項會幫助。骨力做會幫助談這類，精情會幫助談看到水，運動啲適合嘅點聲會幫助談健康嘅身軀，參加好嘅朋友會幫助有道德，個立見會幫助修行也是聖聖嘅生活，有小正會幫助談朋友，背蝦米聽到嘅會幫助談多聞。注意聽好好，甲問問題會幫助談智慧，學教甲查好好來會幫助會曉教別人，修著會道會幫助出世天頂。這裡是在10項會幫助談呢個10項情形啲世間人愛嘅，但是很可談嘅。這裡經我免去解釋係咪好像都人會明白啦。但是你愛這個10項物件，你就愛注意，蝦米會幫助你去談，蝦米會阻礙你未談。